今年10月，萧庆洪台扫台湾，升等中南部的稻仔。农业部正式公告，包括云林、嘉义县市、南投、高雄、甲屏东6个县市41个乡镇，拢总13000外农民会使领理赔，总金额是1亿9500万。今年日期中受到萧庆洪台影响，产量大幅减少，导致单车收购价小创下新高。但中南部有真侪农民有部分申报天然灾害现金救助无通过，经过农业部农经局公告，已经完成今年日期中产量调查，水稻的收入保险开始启动理赔。这是加较好啊！这对农民来讲是一种保障啊，无报这稻啊，无趁钱啊。报这稻啊起来拢成本尔，起来就是伊的迄个，我甲算，我今年开始报，我看就是咱成本这拢超过1万块啊。农业部表示，萧庆洪台对中南部水稻造成伤害，除了公告部分县市为水稻天然灾害救助区域，东北有农业保险做产量调查，目前已经完成并公告云林嘉义县市、南投、高雄和屏东等6县市来核算理赔金额。那只要是达到理赔标准的话，我想我们的农经局就会尽速的跟这些保险户，就是这些农民就是联系，然后会直接把这些保险的这些理赔的金额会直接汇到他的账户。农业部就讲，经过统计，这6县市总共41乡镇，有13000多名农民会当得到水稻保险的理赔，每公顷18000块，总金额达到1亿9500万。嘛还有农民会当透过农作投保，以强化栽培营运能力，和收入更有保障。据中央有报道。